大家好，我係張妙樂。今日我嚟嘅第一個介紹就係我嘅下午茶嘅食物。呢個係叫炸果忌廉三文治嘅下午茶，我同我家姐嘅下午茶。跟住第二個就係呢個啦，結婚嘛，呢個嘛。結婚賀卡，呢個係香港嘅 Hello Kitty 結婚賀卡，我就畀你哋而家睇下啦。呢個係咁樣嘅，第一個係呢一個啦，跟住第二個就係咁樣有一個喜字，第一個 Hello Kitty，跟住第三個就係咁樣，跟住然後咧就係咁樣。可以咁樣收埋，跟住然後就係咁樣啦，就咁樣，可以咁樣咯。你睇下係咪好可愛啊？跟住然後呢個係西式嘅 Hello Kitty 嘅結婚賀卡，西式嘅結婚賀卡。我好多謝家姐，佢可以畀我嗰個結婚賀卡嘅。我想未來送畀任何我嘅男朋友，希望佢收到呢兩個香港嘅 Hello Kitty 賀卡，我希望佢可以高興啲。跟住就係咁樣啦，呢一個西式，跟住中式後面咧係咁樣嘅，你哋睇下好冇睇啊？就咁樣啦，跟住就完畢，耶！完成啦，拜拜，再見。